漫步喺上環嘅街道，我感受到石板路喺雨後散發出嘅濕氣，映照住霓虹燈嘅微光，電車鈴聲叮叮當當，喚起呢座城市嘅節奏。我托一托眼鏡，攞住舊款筆記簿型電腦，步伐輕柔，目光掃過褪色嘅招牌同斑駁嘅殖民地建築，呢啲係我最珍視嘅時光。香港嘅街道就好似一本史書，承載住新舊交錯嘅記憶，俾我可以暫時忘記工作嘅繁瑣。呢一日，我無意識咁周圍行，只係想俾街道嘅氣息舒緩心情。我喺南京出世，5歲嘅時候同父母移民嚟香港。爸爸係大學歷史系助教，媽媽就經營書店，屋企總會飄住淡淡書香。我喺香港長大，而家係歷史博物館做策展人。歷史研究係我一生嘅熱情，而呢座城市嘅街道總能俾我感受到過去嘅溫度。當我經過一間叫曉晴古市嘅古玩店嘅時候，店面窄窄，招牌古樸，玻璃櫥窗入邊擺放住陶瓷、玉佩同泛黃書頁，門半掩，透出淡淡檀香。我推門入去，門鈴清脆一響，打破室內嘅寧靜。店內光線昏暗，木架上堆滿雜物，但係一個玻璃盒吸引咗我嘅目光，入邊放住一塊大約手掌咁大嘅粗麻布，邊角磨損，中間繡咗一個鮮紅色嘅曉字，針腳粗糙但結實，就好似凝結咗一段歲月嘅重量。我俯身細睇，心頭微微一動。呢塊布嘅質感同時代感，好似一段歷史嘅切片，等緊被解讀。先生，對呢塊布有興趣嗎？一道清亮嘅女聲響起，我抬頭見到一位大概30歲嘅女子從櫃台後邊行出嚟。佢着住簡約旗袍，笑容溫和，眼神帶點探究。你好，我姓陳，係呢間鋪頭嘅老闆。我微微點頭，自我介紹。你好，我姓丁，喺歷史博物館工作。請問呢塊布有乜嘢來歷呢？陳小姐行近玻璃盒，輕輕撫摸盒面，語氣平靜但略為感慨。呢塊布係我屋企傳落嚟嘅，屬於一位太平軍女兵，叫林曉。呢個曉字係佢嘅名。我曾祖母都係太平軍女兵，同林曉一齊作戰。太平軍戰敗，佢哋逃出蘇州，避開清兵追殺。林曉後來傷重，死前留低呢塊布。我曾祖母將塊布帶返屋企，傳落嚟，算係對戰友嘅懷念。太平天國多年席捲江南，女營多數係貧苦女子，堅韌但悲情。知唔知呢塊布主人嘅背景？比如佢點解會參軍？陳小姐搖搖頭，笑咗一笑。屋企只有口傳，講林曉28歲加入太平軍，錯過咗嫁人嘅年紀，一世都冇結過婚，幾孤獨。佢同我曾祖母喺旅營並肩作戰，感情好好。林曉死前冇講太多，只話呢一塊布係佢嘅心意，佢嘅事就冇人知。我凝視住布片，紅色嘅曉字喺昏暗燈光下顯得沉靜。作為策展人，我對文物好敏感。呢塊布嘅太平軍背景同粗糙嘅針腳，仿佛訴說着一個女子嘅堅韌同孤獨。我諗起爸爸走咗之後留低嘅遺物，一箱筆記同蘇州地志，記錄江南某個望族嘅衰落，提到家族喺道光年間嘅內鬥同太平軍，到後期被清政府抄家。林曉嘅名同太平軍嘅時代俾我一絲聯繫，雖然唔清晰，但足以點燃我嘅好奇。我試探問：呢塊布係唔係同某個地方或者家族有關係呢？陳小姐聳一聳肩膊：冇聽過具體嘅，屋企只知林曉係蘇州人。太平軍嘅事太亂，乜嘢記錄都冇留低。我將布片擺出嚟，係覺得佢唔應該被埋沒。我點點頭，心裏便泛起波瀾。林曉、太平軍、蘇州，呢啲碎片好似拼圖嘅邊角，隱隱指向一個更大嘅故事。我問：可唔可以俾我影低塊布？陳小姐猶豫咗一陣，問：點解對呢塊布咁上心？我遞上名片，太平天國時期嘅遺物好罕有。呢塊布嘅背景同我爸爸留低嘅筆記有啲呼應。佢提到過蘇州某個家族嘅衰落，太平軍嘅線索可能有關。我想睇下可以揾到啲乜嘢。陳小姐接過名片，點點頭。好，我信你係認真嘅，其他線索真係冇，口傳就得呢啲。如果你真係想查，
我可以幫手問下親戚，話唔定有人知道。如果有新發現，話俾我聽，我都好好奇林曉嘅故事。第二日，我打電話俾蘇州嘅文化圈人脈，去揾同太平軍相關嘅口傳。陳小姐之後再打嚟，話佢問咗親戚，確認屋企只有布片同口傳，冇其他記錄，建議我去蘇州試試運氣。我感到一絲挑戰，呢塊布片係唯一嘅線索，我要從零開始。週末出發前，我再去曉晴股市揾陳小姐，希望揾到林曉嘅故事。希望你揾到林曉嘅故事。我諗佢係個硬氣嘅女人，28歲參軍，冇結過婚，孤身走完一生。呢塊布係佢留低嘅痕跡，唔好俾佢白白埋沒。我同陳小姐約定，如果有發現，會分享進展。離開古玩店，我企喺上環街頭，電車駛過，鈴聲清脆。我下定決心，準備去蘇州查地方志，尋訪口傳，拼湊林曉同埋各江南望族嘅真相。呢塊曉字布片就係呢個旅程嘅起點。